台大法医学研究所总检验确定讲，师傅的手部的检体有验到米加菌酸，这嘛是头一届有摕到直接的证据。今仔下晡2点，台大法医所嘛开记者会，咱请记者撇君甲玉凯来为咱说明。台北市政府针对宝林地设技术食物中毒案件，伫今仔日早时10点的时阵是由临时召开记者会来说明哦。因表示，因伫咧3月20日的时阵就有到这个餐厅做环境的采检，也若委托台大法医所做这个环境采检检体的检验的时阵，即阵是发现有这个关键毒素米加菌酸。也若下晡2点的时阵，台大法医所也临时对外来说明因上新的结果，咱来看因的讲法。我们把检验灵敏度提高之后，就在这个给我们4个检体哈，包括有一个厨师的手，还有这个砧板，还有菜刀、水果刀，总共4个检体里面，在厨师的手的身上的上面就的检体，厨师的手上为什么会有？他是摸到什么东西？有，就是食材上面什么？因为厨师手上有，一定是他去摸的某一个食材上面有，然后经过厨师的手，然后过来，厨师的手也是间接的，所以到底哪一个食材上面有，现在还不知道。可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那一家店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真的有这个米酵菌酸 VKA 这个毒素存在。这样子，台大法医所表示，这摆是伫现场工作人员的手顶头验出米加菌酸。卫生局表示，伫咧手的样本内底有验出这个毒素，针对宝林地设技术食物中毒案件，这个案件来讲是非常直接的证据。但是伫肉点、刀啊，工作人员的手当中只有手验到米加菌酸这个毒素，这个毒素来源到底是倒位？台大法医所讲，目前是也无法度确定。敢若知影工作人员的手是毒素传播的落雪，但是这个工作人员的手到底是因为接碰到什么款的物件加致死这款的结果，也个需要所来的调查。以上是公视台1台的记者来自台大病院的连续报道。